想移居中山又唔知道買邊度好，跟住準退休夫婦嘅步伐。今個禮拜我哋去火炬區參觀兩個樓盤，呢度景觀開揚，而且係現樓，唔使擔心會爛尾。今次佢哋仲揾到心水單位添，不過可惜。第一個我哋參觀主打可以望到整片綠化高爾夫球場景嘅樓盤，入嚟呢個屋苑之前會經過小橋流水，環境清靜，寫意得嚟，生活方便。呢度過對面馬路就係火炬區嘅大型住宅區，周邊民生配套成熟，有商店、學校、超市，而且仲係精裝交付，唔使煩裝修。中意房間面積的話呢，就啱晒啦，個主人房超級大，不過客飯廳面積就比較細啲啦。第二個屋苑喺步行範圍裏邊冇一啲成熟嘅商鋪，但係正在打車10蚊左右就可以去到兩大嘅購物商場，嗰度有跨境直通巴士可以往返香港。重點係現樓項目仲要精裝交付，只需要90幾萬入場咋，簡單買啲家私100萬就可以入住啦。而準退休夫婦佢哋就睇中咗呢一個120方4房嘅戶型，4個房間之間都冇主力牆，啱晒佢哋爆改，設計靈活，仲要係南北對流，有2個大露台，一心以為咁快就可以睇中心水單位啦，點知？想知道佢哋遇到啲咩問題？中山火炬區好唔好住？留言1203俾你。